准时收看福喜来咧，我是终于见阿球妹，今日阿球妹打扮到安尼吼，看拿呀到腿啊，韩国韩带呀、束手的啊，爱做嘛干呐，爱去往丝绸黑么？唔免，今日阿球妹爱带大家去往一只丝线，其他嘛个丝线喏，佢按到番薯丝线，韩国吼佢唔但唱有老的东西，还有新的东西哦。故说佢係伊咧传统同创新来结合嘅一只新的丝线，先来看一趟样片。行过老市场的柑仔店，总会怀念较早的生活。北门空甲东门城，车头徛甲西海岸，风吹来一冬过一冬。细阿公学用袂安有心，爱干讲伊个打扮无像了明艳，不过有着是真上爱本意的，该条路妹好做世界唔系安容易。爱阿太都爱把总强散台因，这世界上甲攀下甲去放心，该路个东行都该路个死，爱着家出个名号系无人唔知。唔讲伊唔理，爱讲挑事地面，该着疯狂嘅事情全部死在过去，留下一堆小屁，招牌乱去，落伍嘅面皮，写情全部本人来看明戏。你讲正千小秘密，为万千杂唔知，爱着甲错用时间长地人生道理，讲了着故作事情在做当红傻屁，爱当上转到过去假死有意义。我骑一台脚踏车，转到细汉时佚佗的路线。再会我的爸母甲亲情，我骑一台脚踏车，转到美术夜场的路边摊。再会我的青春，拢伫这。神奇一只丝线的样片哦，生来佢係用嘅丝线咯，細細格格來分享今日節目地度有請到嘅來賓，先來分享 T 煞係你洪凱，分享洪凱。大家好，我係洪凱，非常開心可以來到福氣來了。好，分享洪凱，這麼解我會搞混的，因為今日有三煞來賓來到現場啊，早上分享 TVB 係你李偉分享。大家好，我係李偉，大家好。好，分享李伟，接下來係第三位是我們的客家姐妹哦，佢係嘉穎，分享嘉穎。大家好，我係鄧嘉穎，也很開心來到這邊。好，分享三煞來到節目現場吼，其實剛才也看到嘅辦一場賣文創的菜市場，是吧？我沒有記錯吧？沒有。對，其實剛才也看到嘅樣片啊，有知道有一點點衝突，因為佢賣的東西係新的東西，但是看起來的風格，改個風格包含一下我們攝影棚裡面的這個陳設，從紙箱啊，然後這個扛棒啊、娃娃裝，還有什麼種子農藥行啊，要的東西全部都會傳統誒，都是好像大家新的文創市集想要去擺脫這樣子的一個菜市場的風格。但是我很好奇，做嘛該想要來做這樣子的菜市場風格的文創市集呢？我們請。其實，因為我們市集是每個月都會辦一次。那剛才畫面看到的那個是我們現在在今年5月26號辦的一場市集。對。那其實我們在4月份的時候呢，我們其實辦了一場
怎么讲，就是跟市面上很多市集会出现那些白色帐篷啊、白色的伞啊，然后充满了干燥花，对，很可爱、很清新的那种市集。对。那我们其实4月的时候办了一场那样的市集，那我们在想说，这样子的市集是不是跟普通的市集都一样？那我们有办它的理由嘛？然后我们就结合了在地的元素，因为像我们取名叫番薯市集，它其实有一个历史脉络在的。那我们就是想说，那我们是不是把一些传统的一些画面，还有一些大家会觉得很脏啊、很臭的那种那个菜市场的画面，把它放到市集里面。那我们希望就是借由这样子冲突的一个画面，然后让这些商品也可以凸显出来。那一方面也是像之前，因为市集这个东西啊，就是像以前的菜市场那样子啊，是一个有人在卖东西、有人买东西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我们把同样的概念把它放到我们的文创市集里面。对，那就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在逛市集的时候，同时想说，哦，这边原来以前是有菜市场的啊，或是原来菜市场的东西就是有它的魅力在这样子。不过，俺还是东兄的以后，因为琼雅的这些年轻人全部都是后生人，为什么会想说要举办这样子的一个市集呢？因为大家可以观察，就是我们名字叫番薯市集。对。那因为我们番薯市集，我们其实历史上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对。那因为我们都是在中立办市集，对。那中立固定在中立。固定在中立。那中立的各处，我们去中立各处，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没有人的地方，或是说一些传统的地方，就是大家年轻人比较不会进去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举一些例子，让大家勾起一下那个回忆。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等一下要讲的，就那个番薯市场，就是现在民生路这边、水果街这边，然后还有说像是，其实中平商圈已经慢慢越来越少人去逛了。对，像现在中立人大部分都会去SOGO啊、元化路或是中原的方向去逛。对，那我们希望说可以把这些曾经在中立有辉煌历史的地方办回来，这样子，那让这边有新的人可以进来逛。那我们为什么会叫番薯市集？是因为之前在我们中平商圈的尾端啊，就是水果街过大使中这边之后，有一条叫民生路的的马路。那这条路呢，就是因为以前中立是一个很有名的猪只交易的地方，是卖猪耶。对，那这些猪因为有很多，那他们在想说饲料要怎么来？对，那因为以前的人，他们也生活比较节俭一点，他们吃不起米饭的话，就只能吃地瓜。那他们剩下很多地瓜叶都会给猪去做饲料。对，那在这样的一条就是以前的市场里面，就是专门卖番薯，所以才有叫番薯市集。所以他以前亚洲蔬菜头白就有很多番薯市集，按用给一张蔬菜，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了。对。然后刚刚有提到在大时钟附近，大时钟不是真的一家时钟哦，它是一个地名，对不对？以前听说是中立人，老少泰嘎都会去给片买这个民生用品，或者是可以获得所有食衣住行娱乐的一个地方。对。它大时钟它就是一个公有市场，就是中立第一公有市场。对，那它里面不管说吃的啊，有人卖那种客家小吃的，或是卖一些衣服，阿婆的衣服，然后像这些，其实大部分这些扛棒，大家都是大时钟。我们那时候就是大时钟就是拆掉了之后，然后我们去跟他们去请他们看会不会让我们留下来做一个典藏。对，所以在那个时候，大时钟就是那个旧的公有市场拆掉的当时，你们就还去收集了这些东西。对，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其实他在决定要拆之前，我们团队在里面办过了一场艺术节，那就是在此就认识了很多，就是不管说在里面一辈子的一些老人家，然后对，然后就跟他们当朋友这样，然后他们就也很信任我们，把一些空间给我们，或是他们这些老店的东西，就是用不到也留给我们这样子。哇，古时候爱吃到按用嘅番薯市集吼，佢可以咧结合菜体嘅嘅历史内容，还嘅嘅地理背景，它结合历史跟它的地理背景，还有佢人生发的方式，全部老给翻新一次，本太家上爱再个转到来这个番薯市集。那其实我们的洪凯除了是我们的陈嘉生剧团的一员之外，你也是桃园艺文阵线的一员，对，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上来这个桃园艺文阵线跟番薯市集为什么会有关系呢？之间的关系纠葛是什么呢？好，
其实刚刚李伟有提到，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在我们大时中中立公有第一市场，它那个时候出现了所谓的拆迁危机，所以呢，我们大家对于在地的艺术文化发展这件事情，一直在想说我们要怎么让它更进一步，所以我们用了艺术节的方式来去跟这个市场互动。哦，对，然后也间接的开始慢慢的去认识到这些不同的商家的叔叔阿姨们，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地的所谓的那个产业的达人。对，那但是艺术节会结束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在想说，那到底有没有一个方法可以定期的来去跟这些街坊邻居们互动？我们要要互动，我们要怎么样用一个方式来去好好的把我们的理念一点一点的说给大家听？所以后来我们开始想到了番薯市集，我们开始慢慢的去找到一些方法去跟街坊邻居互动之后，我们就要开始说，好吧，那我们就来办个市集吧。然后用一个市集的理念，然后可以好好的把我们自己想要创造的艺文环境来分享给大家。因为我不但了解到实习所谓的互动，应该是客人跟老板之间的互动，但是听起来番薯市集要的互动不只是这个。是，而且我们其实在做的互动，这个状态底下，其实是说我们的理念上面也开始有互动。我们想要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在地的纹理到底是什么，让大家好好的可以再重新认识中立的这块地方，然后也让大家可以除了台北之外，在中立我们还是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可以跟着一起，比如说在假日的时候可以一起去玩，或者是来去好好的再度认识这一块地方这样子。真嘅，古时候其實吼，我想天司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假使你係桃園人，也係講你係中南人，對阿師嚟講，聽說非常非常嘅有感覺。假使講咩桃園人，也咩中南人，同款啊冇聽錯，下一版我想我去中南嚟看看你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再來。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鍾意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吼，啲桃園中啦有一隻市集，那番薯市集，佢下頭非常非常嘅認真吼，想愛留下桃園中啦嘅一啲歷史啊、文化啊、人文，全部再個反省一遍出來，俾大家來認識，希望大家去行行聊聊嘅。唔過吼，今日節目當中，其中一位來賓，佢當後生吼，也是唯一今天來的一位女孩子，細阿妹，佢係嘉穎。嘉穎這裡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你有沒有想要加入番薯市集？為什麼你會想要加入他們的行列呢？其實我是這一期才加入的，7、8月的實習生。對，那我本身就是中壢人，那我現在在台中讀台灣文學系。對，那個時候我是剛好快要暑假了，我想說要找一份跟自己所學符合的實習，然後就看到說桃園藝文陣線他們把一個泰式料理餐廳租下來之後，把它變成一個實驗性質的藝文空間。對，那我覺得這個想法很好。對，為什麼這個地方的改變會讓你有這麼深刻的印象？因為他們承租的那倉庫的位置其實是，因為我是中壢人嘛，對，但我平常根本就不會走到那邊那部分。為什麼？為什麼不會走？因為它是好像它是離鳳茶站、離鳳茶頭是一個很近的地方。為什麼不是應該火車站附近是最多人聚集的地方嗎？就是其實大家都知道中壢嘛，就是聚集很多外籍移工，但是那一塊比較會是移工們會出入的地方。對，所以其實我平常也不會走過去那邊。那有一次經過的時候，我就想說，怎麼這個空間突然變得有點像辦公室一樣？對，對。後來我在網絡上看到了他們的實習單位在徵人，對，我就想說了解一下他們在做什麼，就在上面看到很多他們辦了很多跟桃園在地相關的活動。你也是蠻勇敢的吼，看到一個本來你不會去的所在，一下有一種新的轉變，然後你就決定要去裡面實習。那所以現在在裡面大致上負責的工作內容大概是什麼？我現在是待在活動組的部分。那我除了平常擔任小編，就是網誌的 po 文的話，還會協助一些活動的規劃。對。古時候其實從亞百這樣子番薯市集新的規劃，也是嘉穎也有涉入非常非常多。對，那其實剛剛我們有提到，像要保留創新的東西，土老的東西，就創新跟傳統東西都要兼具。聽說在市集裡面還特別保留了這個老店的名額，對不對？對，其實我們每次辦市集，我們想說，
我们既然都已经是这么在地化了，那我们是不是要找更在地的人老店来一起来跟我们合作？那其实我们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老店啊，就是他们散落在我们整个中立各处，可是年轻人都不会进去逛。比如说怎么样类型的老店？比如说像是卖家庭五金的然后还有那种餐具、锅碗瓢盆，还有一些糕饼店。那我们就是借由市集的包装之后呢，它就变成一个文创选物的感觉。那大家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是在现在市面已经找不到的东西，大家反而会觉得很新奇。对，那除了跟这些老店合作之外呢，其实我们跟做吃的老店也有做合作，像是我们在4月跟5月的市集里面呢，我们都有跟做昂菇柜，就是客家人讲的凤斑，对，然后还有地瓜酥饼的 DIY，那这些都是中立在地的一个算客家小店。对，那之后呢，我们还会再跟更多的老店去做合作。对，那像是比如说我们一直很期待可以跟制香的，就是做拜拜的香这样子合作。我觉得其实也是一类懂困难嘅挑战，这么刚刚我按你讲，因为其实老店也得挑战，佢可能就会他们一直都是用一样的方式来经营他们的店面，可能也经营的有声有色。那要怎么样说服他们来加入？说，好像是一个新的文创市集，好像都是年轻人，然后听起来会觉得有一点跳痛，怎么说服他们的？其实我们在中立这个地方啊，已经深耕了蛮一阵子。像我们有个品牌叫做健仔力制造所，对，那健仔力就是以前中立的古地名，那我们就是从这个地方的一些老店去选一些东西。那其实我们这个团队已经默默的跑了将近1年的时间。那在不同的活动设计或是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会跟他们去合作。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地图，就记录了就是中立在地的一些老店。那这些老店也是在一开始想说，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年轻人一直要来我这里？对啊，我平常都在做公庙生意，怎么会有年轻人？对，然后就是我们一直去烦他，然后他们就会很开心的。就是慢慢的就卸下心防这样，然后对啊，然后其实邀请他们来市集也是蛮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就是他们跟他们习惯的那个盈利模式不太一样，对。然后其实我们也会就是想说，是不是有些老人家不太适合这样久晒？那所以我们目前还在想要怎么样跟他们就是比较舒服的合作下去这样子，鼓手真的非常的有心，都规划希望这些老店啊跟创新的文创店可以一起来做结合。那其实每一个月的市集都会有不一样的主题，从雅哈庆耶、哈当耶、半耶都有不一样的主题规划，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像刚才一开始片头我们看到的那个办一场卖文创的菜市场，被我传染了。就是我们是以菜市场的模式去走。那其实，在我们办完4月的那一场之后，我们就决定说，之后我们每一场都要用这样子的一个菜市场风，很棒的方式去这样下去。那在6月的时候呢，我们也办了一场，就是结合老店跟二手物的一个就好。特卖会，对，然后旧的就好，旧的就好。然后就是在我们配合我们5号仓库的开幕一起进行。那刚好我们7月的话呢，我们跟有没有看到陶器？我们这次有个回头看陶器艺术节，那我们就是办了一个陶器众议院的一个活动。那这样子我们的一个市集呢，我们卖的不是像我们之前办的那些市集，那些文创啊，或是老店的东西，我们这次卖的东西是议题。那这些议题有，比如说像……等一下，我现在脑袋超多问号。你都已经拍你私西呗，韩国不会卖东西，办市集你不卖东西，然后你要卖议题，谁要买？很多问号现在。对，就是来逛市集的来逛艺术节的人，那会知道我们28、29就是这个礼拜的6日，我们有一场这样的活动。那他们来逛的时候呢，他们可以注意到说，摊位上卖的东西跟他们平常逛市集卖的东西不一样，会是一些桃园在地的议题团队会想去表达他们的东西。那我们所谓的卖议题，就是让这些单位可以去传授他们的一些，不管是过去的经验也好，或是他们的他们需要让大家被注意到的地方，比如弱势族群等等的。那我们也会就是设计一个桥段，是他们拿着大神弓去对
就是整个来参加市集的人来喊话，哦，对，然后让大家可以更知道说他们需要被关注的地方。我觉得蛮符合菜市场风的，你知道，拿着大声公，大家一起在说自己的议题。不过，身为家的黑共嘛该私情呢，我们来请嘉颖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邀请到哪一些团队来卖议题？好，就是刚刚有提到说，虽然我们是卖议题，但实际上没有卖任何东西嘛。对，那我们就是会先邀请很多的单位，例如说，桃园在地联盟啊，光华社福基金会，然后真爱桃园早教，还有一些欧巴桑联盟，对，然后会探讨一些像是婚姻平权啊、早教问题、垃圾空污，这些都是我们要讨论的范围。对，那我们会集结这些议题在仓库之中。跟艺术节做一个结合，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原来在我们生活周遭有这么多事情是值得被讨论。对，而且亚的问题全部就会轻猜题，都是中立，都是桃园区域的问题。没错。然后结合这一次的回头看艺术节，在7月28号、29号，在5号仓库跟大家见面，也还庆捏分的主题。那8月份的主题呢？8月的时候我们会跟七夕结合。那我们想说，我们前面都办了这么多奇怪的市集。那我们来办场更奇怪的，对，那我们就选在8月的礼拜5跟礼拜6的晚上，我们办一个类似像 party 的感觉，对，那我们就是要对，那我们就是会让。比如说像 DJ 啊会进来表演，然后我们希望说把我们的一个空间营造成像派对的感觉，希望大家都可以来玩这样子。哇，所以其实大张业都有某 Q 用的主题，那在7月、8月都是地点都是在5号仓库这个地方。8月的话，我们会回到中平商圈哦。8月会回到中平商圈，所以整个举办市集的区域全部都是在中立周边。对，像是5号仓库跟我们刚才提到的番薯市那个民生路那边，对，它其实就是中平商圈的头跟尾。对，那我们希望说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串起整个中立的老城区。哇，所以其实真的是用不同的方式跟大家来见面。其实刚刚一直提到这个5号仓库，5号仓库妹就会这个让嘉颖决定要去实习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那其实这个5号仓库啊，我也想问问看嘉颖，你对5号仓库的印象，以及其实你有为5号仓库来做了一些填调。对，就是呢，因为我们现在艺术节的部分，楼上是规划做一个文史展览，那我们要在准备这些文史展览之前，就是势必要去做一些田野调查。对，那其实，在很久以前，中立有一个大户叫曾家，对，那我们现在仓库虽然是日本通运的，以前是日本通运，但附近中立火车站附近有至少1/3以上的仓库其实是归类在曾家的土地里面。对，那我们那次填调就是实地去访问他们家里的后代。对，那在访问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哇，原来就是他家基本上就是一个古迹，伫立在中立市区的街道上。对，而且在火车站附近就表示同规则中立跟贸易。跟商业行为全部是有关系的，对，但它却有一段时间没落了，对，然后对，那一次填调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其实那栋古迹它就是在我平常很容易经过的一条街道上，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要抬头看一下，对，所以我始终没有发现过那栋算是仿巴洛克式的建筑，对，所以我觉得。像文化也是这样的，有些事情是你必须自己亲自去经历过，你才会了解其中的价值在哪。对，所以其实不管是这个回头看艺术节，还是说每个月的总啦各大素菜会举办这个番薯市集，其实都有非常多菜题的故事，想要同大家来分享，大家去行聊聊，先休息一下，等下还有其他的故事要同大家来分享哦。大家又真多福起来咧，我係综艺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要同大家來分享下啲桃園中立嘅一個菜題嘅實習，很多番薯實習，還有好附加的啦，這個我們的回頭看的藝術節也係已經開始誒。故事節目當中吼，剛好同大家小記嘅動到這個有關番薯實習嘅一些條內容，接下來。
半夜给这个番薯市集，其实现在也有在慢慢的在招商，对不对？对，那我们8月跟刚才讲的一样，8月17号跟18号的番薯市集，我们现在还在招商。如果你是桃园的在地的创作者的话，欢迎来报名，这样子。一定要是桃园在地的。其实也没有很多来自台北啊、新竹、苗栗等等都有来参加，看像就来看，就是我们菜市场到底是怎么玩的。对，所以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桃园菜 T 实习桃园在地的市集，在以往在桃园你们有看过类似的市集吗？桃园说实在市集比较少，很少。然后大部分很多都是1个月办一次，或是半年办一次的。对，那所以那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要办市集的时候，已经算是大家都很期待我们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没想到在我们第一次玩完之后，我们第2次开始走一个很极端的菜市场的风格。那其实一开始我们都很怕大家不会来了，很反弹，就我卖文创，我设计师，我设计师这个怂的，你给我摆一个花伞。对，可是后来大家在看到我们的像一开始播的纪录片啊，或是我们释出的一些照片，都觉得好像蛮有趣的。对啊，那所以就是大家会来这样子。对，鼓手3号了，半夜分享太感跟你们一样，联系一下这个参加这个番薯市集招商的报名，对不对？谢谢。好，讲到亚黑番薯市集的部分，刚刚有讲到，其实番薯市集这一次是跟回头看艺术节来做结合。是。那今年的回头看艺术节，其实当年都会有某 Q 用个主题，每年都有主题。那今年有一个不是屁股是桃子，很可爱，然后叫淘气，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主题。其实回头看艺术节一直以来它都是一个跟议题为主的艺术节。那我们从2015年开始，我们在讲艺术返乡。对。2016年第2届在大时钟的时候，我们在讲所谓生活场域的事情。对。那到了今年，我们总算是举办了第3届。然后第一个我们发现的事情是我们发现，在中立，我们在桃园，我们很少有这种中小型的实验型的空间。哦。对，因为我们动辄就是1500个人的展演中心啊，演艺厅啊，都好大。我们想要有一个小小的空间来让我们大家可以实验，可以来做作品。然后2方面是，其实，住在桃园的朋友们，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1年52个礼拜，可能有将近30个文化节庆。哦，在这么多的文化节庆里面，其实官方帮我们办了好多样的活动哦。那对我们来说，我们想要办什么样的活动呢？我们想要办一些对于创作者来说，我希望我可以在这边做一些我自己真的想要做的作品。自己想要做的作品，但是我在这个标题下面，我看到全台最丑火车站艺术节。对，这是因为中立火车站前阵子被大家说是全台最丑的火车站嘛。那我们其实你要说真的很丑吗？好啦，它可能真的有那么一点杂乱，可是丑又怎么样？对，我们就把所谓的缺点当作是我们的优点，我们就来告诉大家，如果我在全台最丑火车站旁边办的艺术节，你觉得会有多好看？那你就来看看吧。而且下面还说，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来了你可能会离不开哦。对，因为桃园中立这个地方实在有太多的可能性等我们去发掘了，所以今年我们决定要来淘气一下，我们来做一些官办艺术节办不到的事情，所以要很淘气。那今年的这个淘气艺术节啊，它里面有哪一些表演的内容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其实今年的淘气艺术节，我们请到了非常多的表演艺术团队，那譬如说有我们的舞蹈界人气王小狮制作，还有音乐剧天团耀眼，然后还有当然还有自己的剧团陈嘉生工作室，然后我们的那个小剧场的那个极致王张吉米，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团队一起要来参与，然后还有我们的编舞中立在地的编舞家，也是国际知名的舞者于艳芳，然后他这次要带着他的客家身份，要来去讲述一下所谓客家之间的母女关系。母女关系，对，他要把这样子的议题搬到仓库来做一个很小很亲密的制作，然后非常近距离的要跟大家分享。近距离，所以其实像这一次在这个淘气艺术节里面的演出啊，也会跟我们的议题来做牵连吗？是，基本上我们是想要告诉大家说，当我们拥有了一个实验性的场域的时候，创作人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创作？表演艺术团队可以给我们怎么样的表演？对，视觉艺术创作人可以做出哪一些不一样的作品，甚至是这些作品可以从仓库带走去其他地方一起旅行的。这个是我们一开始在做仓库的时候，我们很希望可以达到的目标，可以让大家变成一个创作的场域，
然后甚至是在这边发展出自己想要完成的作品。其实我觉得从他群的起里暗用跟表演啊，近距离的表演，我觉得他是有他独特的魅力的。因为有上次你懂台给舞台，懂台给演艺厅，看那个舞台上小小的人在演舞台剧，公司蔡应该戴着目光，戴着眼镜我还是看不清楚，戴着目光都看不清楚，更何况其实在演戏每一场进剧场不一样的场次，你都会看出不一样的细节。是，有可能对下给观众朋友有一点点小小的回馈，就会改变舞台上这个表演者他的表演形态。是我们上个礼拜才刚刚结束的一个是现代马戏，然后另外一个是亲子互动。我们2个创作人妮妮跟大钱，一个人是气球达人，一个人是口技达人，他们用口技跟气球做出非常多种不同的想象的变化，然后呢跟亲子一起有这样子的互动，然后让我觉得说哇，其实在仓库演戏真的好刺激哦，因为距离好近，空间好独特，然后我们有好多的想象力，完全不可以失误，还是说失误也是一种演出的内容？我们的团队专业到不会出现失误哦，这么厉害！对，鼓手就是需要乡亲朋友们电视机头前的乡亲朋友，一到现场去检查一下他们是不是真的有失误？哦，他们很厉害，来检查一下，对不对？检查一下，一起来看看。那我们每一个从现在开始到8月12号的每一个周末，基本上都会有我们的表演艺术的演出。那每一天平日呢，我们的展览还是持续的在仓库里面各个角落摆在那边给大家看。展览也是有的，展览有，因为回头看艺术节一直以来都是视觉艺术跟表演艺术并进的一个艺术节。是，鼓手亚哈希斯一直到8月12号，礼拜6、礼拜日这周末的时间，冯养泰雅都5号仓库一起来参加这一次 T3 嘅回头看艺术节陶器艺术节。韩国其实哈亚百嘅内容当中有2个非常有趣的活动，一个是海报设计的创作大赛，是，对，这一次因为是陶器嘛，我们就很想要讲一些我们在。就是所谓在艺术创作这边会遇到的一些状况，所以我们就很淘气的办了一个活动，叫做公部门风格海报设计大赛。我们邀请在公部门的风格，你不只把菜市场定义成一个风格，连公部门也可以定义成一个风格。对啊，大家在区公所旁边看或乡公所旁边看到的一些海报，都让我们会觉得说，怎么这个海报跟我们平常看到海报风格不太一样？那究竟这个风格是怎么出现的呢？我们想要邀请所有的设计的相关的朋友们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活动，所以呢，我们就很淘气的办了一个公部门风格海报设计大赛，所以还邀请了豪华评审阵容，有豪华评审阵容，我们这次有设计圈代表，然后我们还有公部门代表，对，我们还非常淘气的找了替代役代表来，所以其实我厘清一下，这样子的以公部门的角度来设计的一个海报，它真的是要公部门风，就是我们想要让大家一起来发展自己脑袋里面的公部门风格到底是怎么样，因为其实有好多的设计师朋友们，他们承接了公部门的案子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的设计理念好像跟公部门的设计理念不太一样。对，所以我们想要来这边好好的让大家来有一个横向沟通的管道。天哪，好刺激哦！很刺激，很好玩。然后我们我们只会选出1名冠军，只有1名冠军，因为最后公部门想要的也只有1张海报而已啊。所以跟公部门的提案是一样困难的。是的。都亚哈比子有多少的参赛者来报名？我目前收到了大概超过50份左右。超过50份，已经超过50份。哦天哪，竞争有点激烈。对。那这个收件的截止日期到什么时候？收件日期到7月29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天，所以我们还有几天的时间，大家可以一起来试试看。我看到奖金了。对，8000块钱，新台币8000块，这个公部门的海报设计大赛。第1名有8000块哦，上面是写什么文创部是不是？对，我们自己很淘气的发明了文创部的 logo， 逼迫大家一定要放上去。好好笑哦！所以其实分享太高来参加哦，不见得真的要是技术一流的设计师。告诉你对呀，这个美编啊、排版、画海报有兴趣，大家都可以来参加。大家都可以来，有报名有机会。我们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公部门家的个风格，生来是怎么样的一个风格。是，而且8月12号我们还会现场期末大评图，我们就会邀请这些专业的评审老师一起来现场，然后请这些入围决赛的朋友们一起来现场。
跟我们说一下它的设计理念。太跳痛了，这是第一个活动，有趣的活动，还有听一张神奇的发通哦，是估价王，到底是要估古董还是要估什么东西呢？没有，我们要来估桃园在地，我们平常在街上看到的一些桥墩的装置啊，艺术装置、地景艺术、地景艺术，我们要来估一下这些到底花了我们多少钱盖出来的呢？这个是一个算是你们要办一个节目的概念吗？对，我们用一个综艺节目的概念来请大家来估价，因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出现在我家门口？它到底怎么盖出来的？对，如果那是纳税人的钱的话，它到底花了我们多少钱呢？所以你们知道正确答案吗？我们知道，你们是知道要这东西去了，以后罚几多钱呢？因为啊，就是其实。不要说你从哪里来的资讯，你不可以说，不可以说。大家要来参加这个估价的比赛，那如果要来参加这个比赛，要怎么参加呢？一样，在回头看艺术节的粉丝专页上面，我们有报名的网址，3个人组成一队，报名费200块钱就可以来参加了。鼓手如果是第1名还是前3名会有奖励吗？第1名一样啊，我们这次奖金大放送，第1名还是有5000块钱的奖金。哇塞，鼓手分享台港后，晒手刀，回头看艺术节，赶快上网报名。今日谢谢洪凯，谢谢李伟，谢谢嘉颖，神蒙三傻同台港来分享我们的回头看艺术节，以及我们的番薯市集。讲到阿權妹，雖然我咩討厭人，咩種人人，不過咩對其他都有興趣哦。分享大家去參加神蒙大家嘅實況休息，下強下來做運動了。